犯罪案件的被害人甲家属除了要面对司法流程，身心的创伤嘛真需要照顾。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甲高雄市就启动司法保护医疗关怀联名，串联26间医疗院所，提供就医免挂号费，即当上个案跨科别的协助，帮助被害人甲家属安心的就医。这个我们卫生局大概捐款各100万啦，让他无够我看来阁想办法啦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，市府会分别捐出100万，给高雄2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，用来帮助这个新成立的司法保护医疗关怀联名。这个联名由环保协会甲高雄市府合作，整合高雄26间医疗院所，提供被害人身体甲心理的医疗协助。未来只要摕这张医疗关怀卡，甲合作的医疗院所，拢会当免挂号费。因为这负担超过负担，伊无愿意去看医生。那已经造成伊的病情一直拖落去，甚至愈来愈严重。这伊的家庭可能从此的人家就是讲那变得躺平万劫不复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时候在针对他的一个诉求，说我们成立一个医疗关怀联盟，跨科别的一个诊疗。那我想这个对被害人重伤的被害人，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，让他们有了后盾。法务部长陈明谦讲，要和被害人感受到柔性司法的温暖。高雄市长陈其迈讲，有足侪防苦动的囡仔甲打拢也是卫生局的照顾，资源永远无嫌济。因毋望这个联名，无论是善款也是医疗院所的加入，拢会当愈来愈济。是重症要送到医学中心的你袂当讲送到市里边有其他都无，安尼袂使啦所以这个要拜托卫生局，我们再努力一下。环保协会表示，这个合作计划是3年一期，9期自动各刷3年。毋望联名的资源会当愈来愈充足，和被害人伫咧面对诉讼的同时，毋免阁为着就医的代志咧烦恼，做因上安心的靠山。记者柯家族柯昭勇高雄场报道。